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，总是七夕情人节，爱人啊烧酒出来庆祝，那是独身啊恐惊到会心肝结归圆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日就是圆有圆圆第5条。又搁细又搁圆的物件，咱讲是圆，像咱讲鱼圆，啊若搁较细，咱讲是药丸啊。算又搁细又搁圆的物件单位，咱讲是1丸、2丸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草丸，后人读做草环，这是樟脑做的，一般拢是一粒一粒撒汤剂。第二个词读做草药丸啊。圆形的物件，咱讲是药丸；啊，若草药丸啊，特别是讲正露丸。古早是讲正露丸，就是日本甲罗西亚，就是咱即马讲的俄罗斯两边战争的时，发给阿兵哥食，会当治疗腹肚痛。因为是蒸发罗西亚用的，人讲是正露丸，落尾叫做正露丸，咱即马讲是草药丸啊。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拄啊伫咧房间内三厨啊放草丸，拄则因为腹肚痛无拄好，食草药丸啊。莫怪坐入去到伊的房间内，有2款足极无共的臭味，害阮闻了到底感觉无爽快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丸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